伫台湾，较侪会有心人比例是愈来愈侪。为着要降低负心人生囝的风险，台湾一寡县市有提供结婚进前准备生囝的检查补助。中法院嘛今仔日宣布启动补助机制，这嘛是全台湾头一个有提供检查补助的县市。医学界进前针对台湾新生儿死亡率举办检讨会，其中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台湾去年新生儿死亡率是2.8%，创下15年来上悬的纪录。为着降低生产风险，中华县政府伫7月初4启动结婚后准备生囝进前的检查补助计划。内底一个真重要的项目吼，就是德国麻疹啦，还是水痘啦，吼，你若发现讲，你无这个抗体吼，会当提早来做这个预防下。咱即摆新生儿死亡的这个原因吼，其实足侪吼，其实毋是讲干那遗传啊、甲感染、照顾的问题吼，啊、甲早产其他问题，其实还佫有的是环境因素。所以有这个检查，提早咧怀孕前，都大概做准备。所以对这个咱新生儿的死亡率，这是嘛是有帮助。不过无可能刻意来完全解决咱新生儿死亡的原因。翁仔某只要一个人户口伫中华有结婚登记，是头一梯就符合补助的资格。除了基本的血液加病毒抗体检查，中华嘛是全台湾唯一有补助龙骨髓筋膜萎缩症体检的县市。感觉伊个反应，你啊发展啊慢啊，你家做检查，伊当阵啊，其实这个疾病拢已经去进展啊。应该说这是隐性遗传的，就是讲爸母总共有带源啊，伊生下囡仔有超1/4会有这个问题。目前全台湾有提供结婚后生囝前检查补助的有新北、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嘉义、甲彰化计共6个县市。医师嘛提醒，生囝前的基本检查费用，依照项目的无同，大概是2000到5000块。无论是毋是有补助，拢鼓励准备生囝的爸母爱提早做检查，降低生产的风险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